大家好，我是悠悠先生。今日我教大家摇摆舞。大家好，我是悠悠老师。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是摇摆舞哦。好，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会是我们的 ball change。ball change 从我们的右脚开始，右脚是右左，这样就结束了，是不是很简单？再一次哦，右左，就像是我们骑马舞一样。骑马舞，再一次哦，5、6、7、8，右左，再一次哦，5、6、7、8，右左。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小小的动作，叫做 ball change。从背面来一次，一样是从我们右脚开始，5、6、7、8，右左，5、6、7、8，右左。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是我们的 triple step， 一样也是从我们的右脚开始，跟刚刚的 ball change 是长得很像的哦。只是我们从右脚开始是 triple step， 左脚是 triple step， 右左右左 ball change， 右脚 ball change， 左脚 ball change， 右脚 ball change，左脚 ball change， 可以吗？我们再一次哦。这一次从我的背面开始，右脚开始，5、6、7、8，右左右左右左右 ball change， 左 ball change， 太搞做到动后哦。接下来第三个动作是我们的 rock and go。跟刚刚的 triple step 很像，只是我的右脚会从后面，重心放在后面一点点开始，右左右，左脚再一次往我们的后面，也是我们的右脚的正后方开始，左 ball change， 右脚右脚 ball change， 左脚再一次，左脚 ball change， 从我们背面试试看哦。5、6、7、8，右 ball change， 左 ball change， 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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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呢，最主要是上半身帮我再放轻松一点点。我们再一次哦，从右脚开始，5、6、7、8，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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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大家都学会了吗？接下来第四个动作是我们的徐训康蹦吧，这动作蛮特别的哦，动作也是很可爱。右脚一样帮我先做一个试试看，刚刚的 rock and go， 只是前面我们会加一个踢。右脚踢我们大概是2点钟的方向，踢，再一次哦，踢，5、6、7、8，踢，然后接下来是加上我们的 rock and go，rock and go， 左脚再帮我踢2下，踢，踢 ，rock and go， 所以呢 ，rock and go 前面帮我加一个踢。rock and go， 左脚也是帮我踢2下，左脚踢2下 ，rock and go， 整个做起来，做一次试试看，5、6、7、8，踢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 踢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 踢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上半身放轻松，踢2下 ，rock and go。这个动作背面来试试看。右脚帮我做踢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 踢1下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我们再做一次哦，来，右脚先开始，5、6、7、8。踢 rock and go， 踢 rock and go， 2下
rock and go, kick, rock and go, kick, rock and go, kick, rock and go。大家学会了吗？然后我们现在从第一个动作到第4个动作全部加起来试试看。第一个 ball chain， 第二个 triple step triple step， 第3个是我们的 rock and go rock and go rock and go， 第4个是我们的学学看笨吧 kick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整个动作背面再来一次，5、6、7、8 ball chain triple step triple step rock and go rock and go kick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整个动作会再示范一次哦。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 ball change。ball chain 右左，第2个动作是我们的 triple st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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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象是膝盖再放松一点点，放松，膝盖微弯 triple step triple step triple step， 跟着音乐试试看哦。所以等一下我们会音乐放下去，试试看，跟着我们的音乐来一次。等一下会数拍哦，5、6、7、8， 5、6、7、8 ball chain， 5、6、7、8 ball chain， 5、6、7、8 ball chain， 背面来一次，5、6、7、8。5、6、7、8， 5、6、7、8。接下来是我们的 triple step， 很好，大家做到动后，背面来一次。第3个是 rock and go， 跟着音乐，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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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身放轻松。好，我们背面来一次哦，5、6、7、8。加油！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动作，学学看笨吧，跟着音乐，5、6、7、8。背面来一次，5、6、7、8。很好，拍卡豆豆动后哦。好，我们就再数拍一次。我们这一次就不跟音乐了，我们再数拍一次试试。来，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 ball chain，ball chain 很好，再一次哦。第一个动作 ball chain， 第二个动作是我们的 triple step，triple step，triple
post， 右左右左右左。第3个动作再帮各位复习一下是 rock and go， 右脚从后面 rock and go rock and go， 从后面 rock and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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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好。最后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徐徐看笨吧，右脚开始踢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 踢1下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 踢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 大家都学会了吗？背面再来一次哦。第一个是 ball chain， 第2个 tree post tree post， 第3个是我们的 rock and go rock and go， 第4个是我们的学学看笨吧 kick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以上就是我们4个动作的教学，我们等一下先休息一下哦。大家做到动后哦，我们调整呼吸，先休息一下。肯等悠悠欣赏向下跳摇摆舞，再跟着悠悠老师一起再回来跳我们的摇摆舞哦。我们等一下的动作，第1个，我们先跟着音乐律动，帮我膝盖微弯一点点，然后呢，点点点，就是跟着我们音乐节奏会蹲蹲蹲蹲。怎么蹲呢？1拍1下，1、2、3、4、5、6、7、8。背面呢，再一次哦，看着我后面，膝盖会微弯。1、2、3、4、5、6、7、8。再做一次哦，膝盖会放轻松，放轻松，身体也会放轻松。跟着我们等一下的音乐，但还先不要跟，我们先试着数拍试试看。1、2、3、4、5、6、7、8。大家做到动后哦。好，所以等一下第1个动作，我们只要原地的蹲蹲蹲蹲蹲，这样就可以咯。这是我们的第1个动作。第2个动作呢，我们试试看刚刚的 tree post， 右脚开始 tree post tree post tree post， 重心左脚，重心右脚，重心左脚，重心右脚，很好，加油！好，所以刚刚教了2个8拍的动作。第1个8拍，原地，1、2、3、4、5、6、7、8 ，tree post tree post tree post tree post， 再一次哦，跟着我们的节奏，等一下我们先数拍试试看就可以了。蹲蹲蹲蹲蹲蹲蹲8下，开始 tree post tree post tree post， 2个8拍的动作，背面再做一次哦。5、6、7、8， 1、3、4、5、6、7、8，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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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8拍，我们先跟着音乐试试看好吗？好，等我数拍哦。5、6、7、8， 3、5、6、7、8，很好。我们背面做一次。5、6、7、8。tree post tree post tree post tree post， 很好。我们等一下就跟着数拍，音乐就不用喽。好，第3个动作就是我们的第3个8拍，会是我们的 rock and go rock and go。来，我们数拍就可以喽。好，再一次哦
数拍跟着我们的右脚点，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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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二个动作会是我们的 triple step， 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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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直接要把我们的重心放在右脚后面一点点，但是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回不来，所以记得右马上要回来，就像是我们做我们的 ball chain 一样，要赶快右，重心再回到我们的右脚，再一次哦，右，重心回到右脚，左脚开始，重心往后，左，重心赶快回到左脚，再一次哦。右脚右左右左右左，再一次从背面试试看。右脚重心右，赶快回来右左，赶快回来左边，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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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加快一点点，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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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们刚刚是3个动作，第一个是点点点点点点点，接下来是 triple step triple step triple step， 接我们的 rock and go， 重心 rock and go rock and go， 对面来一次，5、6、7、8， 1、2、3， 5、6、7、8 triple st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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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and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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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是3个动作，接下来直接接第4个动作。第4个动作是学学看蹦吧，脚步呢帮我在踢第1脚的时候踢，等2拍，等2拍，1、2、3、4、5、6、5、6、7、8。所以右脚会踢1次，但是会等2拍，1、2、3、4、5、6、7、8。1、2、3、4、5、7、8。所以背面来一次哦。5、6、7、8，会踢，等2拍，2、3、4、5、6、7、8。所以其实如果你右脚也想要踢2次也没有关系哦。所以如果我右脚踢2次，会是踢2下 rock an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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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rock and go， 踢 rock and go。 好，背面来一次。右脚我想要踢2下，会是1、2、3、4、5、6、7、8。1、2、3、4、5、6、7、8。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加快一点点试试看，如果真的跟不上也没有关系，我们有运动到就可以了。右脚先开始，右脚是踢2下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 那我知道各位在做这样的重心转换的时候可能会转不回来，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有运动到就可以了。来，踢2下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 背面我们加快一点点试试看。右脚开始，踢2下 rock and go， 踢2下 rock and go， 加快 rock and go， 加快 rock and go。 再一次哦，加油！好，4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原地的蹲，第2个是我们的 triple step， 第3个是我们的 rock and go。
那记得 triple step， 在接到 rock and go 的时候，重心要赶快跑回来，左右左右左右，重心左边，右边的重心左边，右边。记得我们在跳舞的时候，重心不要完全到我们的右脚，因为我们会回不来，尽量在我们的中间，尽量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我的重心直接跑到右边，可能会回不来，会来不及。等一下音乐快一点点的话，会跟不上哦。所以我们重心在我们的脚上面就好咯。再一次哦，右左右左右左。好，我们整个大音乐来试试看哦。音乐。音乐很好听哦，5、6、7、8，蹲8下。Triple step, triple step, triple step， 叫 rock and go, rock and go。这是我们的学学看本吧。好，等一下我们背面再做一次哦，5、6、7、8。Triple step， 这是我们的 rock and go， 接我们的学学看本吧。大家做得很好哦，大家做得动后哦。让我们再一次试试看，跟着音乐哦。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蹲8下哦，5、6、7、8。Triple step, rock and go， 学学看本吧。很好，等一下背面我们会再做一次哦。5、6、7、8，蹲8下，接我们的 triple step。Rock and go， 学学看本吧。大家做到动后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大家真的做得很棒哦，大家做到动后哦。